说妻子阿头啊，眼光真凶，所有的阿头分看出来，加上不里砰一口，就看出不是别人方清穷举，那是这年的开心啊！位子里先交不了要一顿生活，今朝呢别家做大事，那么该桩亲事我要出别家出脱里也要试试看。所以大致阿头送往居家进来，要请夫人出去劳婚。那么李想沈夫人的哈呢？沈夫人自从居松亭老要派亲回转来里，不答应，两高头弄吵起来，打起来，打到那行神动吧，拿老要拉出去根左手，那么老了横是切骨，一直分为两月，慢慢人苦恼，没人来呀，市里人大家看见来哈，不够的呢都得噻。那么里哭着，读出一个字，读进一个字，孤家寡人。别人讲村子里像大年呀，年初一惊动王，惊动王，人来客往，你给他冷冷清清。那年出几方出几个，说到我对啊，我要闷杀着，这个，你都讲点故事给我听听，我再让我猜猜妹妹子。还有什么？让我搞搞义气。两个我对做你的什么呢？你要搞义气啊！没让俺便当骗脱你两个同弟，往是有同弟玩有。说他夫人，猜妹妹子有是有改，不过你也有点适应改啊！我有适应了，啥个适应？啥个啊？你讲哈，吃脱药饭，这妹妹子不来猜。来到门上天亮吃过早点，猜得出个你是他，你是你的银子不来来。他是呢猜不出，乃是5两银子不了你，这个啥个手部呀？我输他要5两，你都只有你的。哎呀，你大了官不在无耻呀！啊，怎么来呢？吃他药饭吧，我都来着吧。夫人，你听啥子啊？妹妹子来着，用心听啊！讲10个加10个，证据10个，来去猜吧。那么妈妈，你猜着，这个10个加10个嘛，应该你一个呀。那10个加个10个，真于是10个呢？龙不清爽，一夜天翻来覆去，分困着，到天亮吃过早点，说到我对，我想不出来，10个加10个，总归你一个哪真就10个？夫人呢？啊，不是，夫人的听子啊，一副水塔，蓝天大副水塔，10只对，顺到10个最对洞里向去，还是10个加10个，真就10个，不会比3只水盖，我用头皮我对，哪不都想出来？来。我俩其他，那不等到吃他药饭没进来着？来呀，夫人听着啊，叫右口夹动，进口米动，再口舌头米动夹动，来猜吧。妈妈，你说你的哪个道理来？右口夹动，进口米动，3个从在老法头里向侪是毛头个，有范围的呀。卡米个米动毛头个来得少，范围的少，夹动来得多。啥个右口夹动，进口米动，再口舌头米动夹动，啥个么事啊？弄不清爽。昨日一夜天10米分汤上，到门这里卖说香，吃过早点，5两都拿出来的。来吧，告诉我听吧。夫人，一只马吃子么子让卡米，你人吃子么子卡米用水卡盖，叫做马爸爸用脚卡盖。你来用芒果鸡啊，叫右口夹动，你个夹浪动。最得近点看看，你个面孔大浪动，进口面动；再看看舌头得子面孔夹一大浪动，叫舌头面动夹动，舌头面动夹动。哎呦，头皮我头，哪不都想出来？那再讲5两，我又妈妈你听见无声啊？各种妹妹子到从来分听这些歌的，那么妹妹子猜还要猜光的呀，猜光怎么妈妈你说你都这样想点办法出来，总要让我开心点，用他2个铜钿嘛，还是事体。说的夫人，你这个。干你搓麻将，什么呢？明日有麻将的，这个麻将不是明日行出来的，宋朝就有的呀。不过到牛日麻将进脱的，为什么？牛日是德子统治我们后人，不是你搓麻将里向有句闲话讲，老兄啊，这个德子不好，擦德子擦脱了呢，那我2个德子也要火的了。什么的？只要是搓麻将擦你德子啊，那么一道命令出来，不许搓麻将。少人再搓麻将，格杀不能，所以不搓。到后来明日嘛，一星期来着，一大家在搓麻将子。妈妈，你是能够不为干呢？妈妈人聪明，搿浪向聪明得不得了。一家就为一位就来，2个我都要想赢点你个铜钿啊！
慢慢人分尸，头面乌队分营，死脱2个乌队。乌队死的那哈呢，整个里想恭喜太太，好喜奶奶，拿着个红包是不知政府人的。再来，再来么就是死的那程度，整个里工地打空到8个里，那么2个乌队跳起来了。实际上死下去人要死光光，那么里头大家一道帮头商量，说他不对，雨桐的朋友不是你2个穷举啊，夫妇，你想想办法看，你要带轿子，弄点吃口，弄点鹅啊，还有什么？这都有什么子？那么哪弄法呢？大家一商量下来嘛，东包想出来。你都听下子啊，该打一动一缩一埋，举动举缩举埋，侪有手势的。啊，林清爽，动作没啊？非弄错啊？有什么？摸摸我高头一只白板光塌塌，搿搭对。摸摸不对，一只中锋，我看不对过一只移动。那看不对，过么样移动？啊，是2个洞洞啦，笨得嘞！哦，那个移动，东南西北四风啊，4个字来代替。那4个字啊，反手扶将。要东风，你不讲东风，哎呀，头面该副吧，那反这样子的了，该面领得清楚，把那东风来着。哎呀，那该副吧有点讲哈哈，把那北风来着。头面把3个推开子上戳呀，那么慢慢人是要输的呀。整个里到8个里工地太太，红包统统还他，再输要输肉里的。那么慢慢人发个袋子一排，头面我对啊，你都拿搓磨这样子，你想发定的啦。一些什么讲哈哈了，一些什么反这样子的了吧？我高头上漏发，不对上想模仿，怪真的。你搓磨这样子好啥个？发好再有水势，啥个该得一动了，啥了个发来噻个？我高头发许磨，不对上发上漏，他是漏一漏，磨一磨，我是他同意发覆盖，还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哎呀，这样发来噻，啥鸡巴？就这4高头，陈俊、何玉、东宝夫人4高头。嘿，叫说慢慢人就是一半死脱的呀，死脱一半，点么面孔长得羞羞红啊，心里别跳哟，心里想是呼的嘞。东宝手脚好不过，啪起一副铜子，不知那头面头子扶上去，弄得是夫人得起呀。嘿，3个不来呼来嘛，叫说你已经登场着，一副铜子清一色，慢慢人做你的1动带、2动带、3动带，8动1带，9动1克。一只4动，一只6动，等着开5动，该副把下来不得了啊！可以翻本，作新为好出点银锭了，还了。东北头名不知哪弄来副，上么是清一色麦子等比菜麦，现在汤一摸，是一只动子呀。晓得夫人是动子清一色，蛮清爽。夫人，那个副豆包吧，动子吧，咦，你哪看得出个？哎，叫做杨步搓磨匠看见好跑来个只面孔紧张得吓死人的了，要本都看出来。夫人来登场在，咦，我登场你哪晓得？你怎样晓得？我晓得关来登场你懂哇？咦，你懂得一点路呀？你是我明白。哎呀，那2只眼睛觉得像移动似的，还不去丫头要死垮着，说我移动式，啪！该个辰光东北没办法，自家等比赛嘛，还是父亲一声，找听儿最先毛西吧。不过你当个辰光，分岗清爽是激动。夫人，今朝么那天天的哪晓得那同志清声，我们顺心娘娘来汤，不知同志不能搭搭呢。分岗激动，慢慢人带狐狸，一口我啪开心啊！我等着开5动是吃来整5动呀。那是开心，棒把抬下来，5动来了。夫人，我当个激动，5动，你看看激动，也死了一只4动啊！哪会等我看出来是5动的呢？那么东北打个到底4动还是5动？蛮清爽一只4动，哪比5动？吃不出来，吃不过。头面是吃飞过来只苍蝇，飞到耳模样，突了只不让火发启动，望中4动当中胖一动。慢慢人是等火了火，一口没一只5动呀！现在本来爬抬下去嘛，头面苍蝇，哎呀，好个啦，飞他妈真一只4动，白哈无冲白不白，要不还苍蝇几白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个？正在那接应接上个辰光，外头的来在，车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奔到里向，哎。
你别怕我这样子。啊，我的来自贵客，出你即刻。要死快再喊我出去再看。你当我白嘴女啊？啊，哪得来了？去丫头！那得推个事呀！啊，我的来自人客再出去嘛，进人客。哦，有贵客来了。有贵客。哎呦呦，有人客来着！我这样的弄出，两帮别来好，否则不看人看见是毛刺同面手上个名堂，一本正经坐下。妻子啊！夫人啊！哦，有贵客来了。有贵客来着。哪一个贵客？今朝个村子心里想得意得急，这什么穷居别家呀？别叫我看。是弄里，嘿嘿，归着夫人出去老婚，哥哥，夫人啊，我的那个贵客们，你得猜猜看呢？猜猜看，猜猜看是，当我搿搭朋友，当我交往的，侪要有点名气的，没名气，不敢当我搿搭。大概我好姊妹来着，啥人？我身边里向个金都娘娘，七载嘴一打豪门，我欢喜个，当我搿搭落个。可是金家大娘娘来了，不是金都娘娘，不是金都娘娘。哦，双子峰里个分家二奶奶。我告你不对在，夫人啊，难得我往哪个里向猜猜看呀？哦，哪个？我几年子来着，唐伯虎来了。哎呀，你没空。啊，那还有一个。是那夫人身边的郎知青骨肉来着。就说旁门人听见自家孙郎知青骨肉面孔，顿时必备去丫头。这是哪样我不讲？素肤的知青骨肉早已死得干干净净。单位西上一个。但是顶头红呀，哪一个啊？不是白人话，就是前3年让给他石头八高子个那个13要放了朋友来着哇！穷举来着，寡妇的苍蝇当棒。我当是说，原来是个穷鬼来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是个穷居家，现在不穷着呀。啊？他现在不穷了？不穷着，做是姑子呀。做了姑了。多啊多的嘞！这前头堂堂龙身，开上大门，后头踢踏作为2根，做是3品的担子。哦，他而今做了姑了。做是姑子呀。我牛晓得的嘛，我那弟弟哥哥有值得稍稍教子成名。来我的我虽然与他不对啊，这双眼光是我佩服他的呀。哦，而今做了3品勾当。哎呀，这是姑子。分发内生还是外甥？分发外甥。外甥是不是？江先生。江先生鱼米之乡，好地方。什么的？啥个的嘛？夫人啊，你得有心猜猜看呢。还要猜猜看。打冰的，冰杯的。不是冰杯的。过3岁的，多凉的。还不是多凉的。炎热的。还不是炎热的。什么的？浓厚的。这个大概分听着些个，要么心情增高出来的。什么叫浓厚的？那这个人嘛，吃子浓厚噻，这是浓厚噻，替浓厚噻让当草的嘛，还是叫浓厚的。哎呀，什么的？叫浓厚的？听样子不灵了，黑着哇！出高，不，在门口身上啥个打扮？而今他身上什么打扮？是那个打扮啊，打扮嘛叫不起。不过这猜起哇，老兄哥哥你我猜起，哪有说不起呢？什么叫不起呀？那头上长个李人娘麦子，身上长个来菜和海青，脑子长个辣高上，窗外的后巷子店门，端出只厚中的肚皮，戴出只铁光的眼睛，包围的上骨的身头嘛，为之后生给我终身。蛮清爽不细，欠缺着一点点，所以叫不起。啥么子？身浪头浪，侪是道士当扮，虚碰雨动几般，再有一句蛮清爽，为之无私个终身，为我能终身而来。穷居啊，你现在别家做道士，为啥我能来了？妻子啊，夫人啊，我来问你，而今这个穷鬼，他身在哪里？来让紫薇堂呀！紫薇堂是我内有生之呀。哪会得不你来个？后人背叛，你写教啊？别，能写教？哎呀呀，到紫薇堂再是能写教，旁头不问苦主，老死人想出来哇！我来问你，
小姐见面之后，面容是哦。这个小姐面孔哪是啊？哎，其实穿是分口见的呀。那么得放弃不知那是冤家，要抽得夫人出去老虎们，别高于高这样高低上去。哎呀呀，夫人啊，小姐真正做人呀，面孔是一点点发活络，可是哭得来眼里淌淌的，但是两只眼睛肿得大得来，红得这个两只的。秋要的太大了，哎，形容呀，哦，昨日他是不牛，不形容，不形容。哎，夫人啊，我来讲点来听听呐。夫人哎。就说马门人听我该番闲话了，心里的肝火抽上抽落。什么呢？男小姐旁对我来，哭得这个样子叫伤心了还。蛮清爽，才是老西人想出来的办法，咬齿咬得嘎嘎响。分衣女，怒心胸，想出老豆都送女家用。昔年公日初相见，我是范中水里一位穷，四女三爷无可识，不进门把两下通用。谁知这个穷举在我旁边弄得蛮好呀，想不到这个穷举都经过硬球球。大知他一对夫人真可笑，长官私情一万夫，使得穷比穷，自欺是敌人穷。
抽出去金乌山，昔日语言才儿送，伤心天亮恨人是的最风呀，他的聚散中。穷举曾经讲过，将来个福州姑福德襄阳，福德紫薇堂见来姑娘。你现在俺做姑家，别家做大事。穷举啊，我看你志气蛮好，你不服气呀？你是玉质功名冯文富，家生乃真云南通，默默否以爱乡，夜夜切齿来等伊公。两骑马举止松，一夜之下面如红。老师人啊，随时呢举松人拍拍亲，今朝花辫子。倘使呢不拍亲，我替你姑娘阿着沟里动身。现在一拍亲，我要老婚，要搞落地动地。今朝呢看见你大事当办，你要避而不见。老师人还想老婚噻。今朝一比赛之范中归，一知他富贵是不人公。所以生命女儿逢一面，月过母女可以相同。想我是非人头来，你谁为比？我为分老婚了，为分旁头的了，你得已经为比了，你已经非要口见你噻，你比我是你姑娘也加倍凶。老师你也想老婚，干嘛么说？你既然也想老婚，但我一定要信，你不要出来，我去做个红面，我去老婚，我往是十里姑娘出子面，我往黄须万个在。小兄名声中我姑娘婿，说起来都来婚姻非欲望，个将来由不得你上人风。哎呀，出去老婚随人啊，老沟里动身，穷举不会罪个，看上去嘿嘿，也稍微干落点动地个。那么慢慢人啊，来屋里么400万高档，人家里今朝1年3日，房家里向1岁地吧，方清时呢，阿叔也是女婿，来想老婚老太嘛，阿不里几户动地呢？嘿嘿，这个是叫势利人呀。我地盘花人100两，定手牵着他飞开风，非要看该个100两，不是随人不理个。我就看了东方明月二郎相，不让理解。我是一步开在青骨肉，一步开在对王兄，一步开在我的拉中中。看了3方面，那么了看了祖宗面了，不理100两银子。
呀对，夫人哪家？是我手中啊！夫人最好，夫人可知呀？那么马门人两帮比我头财务子，马门人今年几岁了？通过50岁呀！不比已经有4个我头财子，哎，那得叫跑腿呀，身高呀！像现在那看6、7、10岁为了跳第4课发习一个的呀，从前辰光是这样，说个点身高个该有人才。就说马门人一路进来辰光嘛，那想着说你压力想做这个梦，半夜里向叫啥？想生我到花园里向去，我不知道半夜里会到花园里去，就是看见农现在好了啦。侬现在可是哭得来，面孔虽是死对了，像一张毛病刚刚好。看见我到花里砰扑过来嘛，扑到我身边，刺痛哭。我们要去努力搿老子，我还能哭。正辣该个辰光，雷声隆隆，动云密布，哗，大雨滂沱。忍不住，一龙说出这样，那日两家头爬到四支峰高山顶浪向躲了。要是真了该个辰光，嘘！隔壁过来，天浪向来只钟声呀，一只锅，手里龙不像龙，茶不像茶，哗过来，我看见这个黑头是啥个奇怪，就是能看见这飞得发啪，骑到个只钟声背浪向嘛，嘘，死了呀！那么我哇啦喊侬啊，来不能去啊！就说侬回过来对我笑笑嘛，我心里想一哈一脚，醒出来，只听见江流浪向里边波，啪啪啪，鼓打三斤，三江天个猛声的。昨日这猛警叫穷举来啊，看上去来骗我头，可是不是讲便当。唉，你哪弄法呢？翻去过来，手掌哈子出去再说，手掌打扮好，那么马么人，花头财务子，簇拥子，花头紧簇，总就哇一路过来。马么人今年几岁？50岁，忙上去还有几岁？25岁。那下巴也脱了，50岁看上去只有25岁，你倒是不大相信啊？不相信我努力个年纪轻下来，你倒是相信。沈夫人。风头里向放吃，雨头里向放毒，不风霜老灯，要该脱5年年纪。沈夫人身浪向这个衣裳，绫罗垂头，一天下半4、5套。有句话叫人要衣装，佛要金子，装一装到服装摊位交关了，装一装马上就好着，也要该脱5年年纪。沈夫人吃的是山珍海味，衣无疙瘩，高头把营养的让面孔望上去滋润，也要该脱5年年纪。沈夫人养小奴这样一个，多身材容易衰老。旧茶碗里向，伊看见有一只女子叫短发稀疏，慢慢的有几岁，40几岁，马上去6、7、10岁，小奴养6个，伤身体个，只有一个。陈女士老大人好，辣封建茶碗里向只要一个囡儿子里边收缩了，儿子的囡不是一样的，囡只有原谅心，所以陈女士老大人真正不容易。那个茶碗里向不从头轻雨，你发现现在有只小青年，等到一结婚下来，车间里向坏大大非要去了，阿拉们也没非要养出来，也要儿子，养子儿子哪样？慢慢的弄不清爽的，只晓得要儿子。我到第一妇人保健要紧去深入生活，看见有2个小姑娘养出个男小奴出来的，我就说了蔡姑娘上浪像种神奇的事，想生我养个儿子，那么2个阿布太太嘛，后台啊、地泡啊，把舞台弄过去。有个小姑娘看2只个囡出来了，作业说了角落头，像犯错误一样。我倒有点不平着，我讲你反着讲，你也理直气壮。他是碰着马门阿婆要冒油呢，你拿肚皮发胀气养个囡，你讲没那么多儿子。现在生理常识电视里向才放出来，我也看呀。养男养女发了女方，赚了男方，所以拿去门多儿子当我负责搞的。那么再刚刚呢，我碰着2个朋友倒蛮好。我一个朋友养个儿子，你儿子不大欢喜，你讲我欢喜囡，为啥？个囡好，囡原谅心。我也是个体会，我不养5个，
3个囡2个儿子。哎呀，说起来呢，你违反计划生育个咯，我不是个新我还500了呀，这个是历史问题。养个嘛，3个囡了上海，2个儿子了上海，搿是天地良心。3个囡每逢8个半，2个兵老追，2个兵抓排队，折脱辰光，发脱日脚，每年这样嘛。像去年正月8，那现在阳历是去年，农历还是今年了。今年正月8嘛，我亲自你头里想到，谁会叫俺来问？那忘记脱了，一道来个嘛。一道来么？大家到11点半，夜里向11点半，一头吃醉嘛。我一头关着自家屋里向来，我饼拿出来，大家吃。就是你屋里讲，我饼没得，耶，7分吃哪能我饼没得了？你讲不了，儿子拿得是上人搭气质，哪门都想吧？到底侬好还是儿子好呢？说来说去还是侬好。所以陈女士老多人当蛮好，你侬欢喜个，侬同样可以当儿子，有啥道理？侬儿子不是一样的？小身材。该吞你年纪，再有还有个5年年纪啊，重要得不得了。听书，你都不要这样，听书是个好事体啊。听书可以延年益寿。最近北京医药协会到上海来开只调查会，2生1世，从70岁的老人到105岁，之间走了先生一道参加。12个人，问里头你都上水个秘诀了啥地方？刚提出来可以推广了，那么总结出来3条：第一条，基本吃素，难得礼拜天弄只火腿剁鸡，难得啊；第二条，经常运动，散步、打太极球、跑跑；第3条是他听平台、听书。而现在都讲听平台了，顶好是市场里听，半导体的电台了，是个效果还不错，顶好要到市场。导致市场里向去讲说停止我那个平台不是呢，说他停止我的小毛小病，伤风啊、感冒全不改。那么北京医药协会得出了结论啊，听平台可以止咳、化痰、祛湿，还能防癌，不抓一告子。所以听书好么子还要多听书，电台还要听，新奇之外还要听吧，市场里不可不到，市场蛮有道理讲。大家你老先生老同志帮大家大家交代交代新型市场，所以你看，都呢这种年纪在马上结红白头抽，哎呀，精神好得嘞，侪是听书效果，千万不能忘记呀。那么现在陈夫人忙上去嘛，顶多只有25岁，加上现在啪一弄出来辰光嘛，慢慢人到一浪向，方才你关转个，出去老混，闲话非要多，闲话是对的。不过今朝我自家亲眼身份看见来了，发我倒要吃准了海了。今朝穷举过来到里向有道理呀。想他一面之事不作兵。终归是不认命，不知大家赢。想他是昔年千里岭下冲，我是并未起兵送风。谁周子得来？我蛮好，我得你讲儿子啊，今朝姑父50岁生日，乃身浪向补丁菜个。太太呀，不仅仅太我台，太姑父台，厅堂浪向文武官员谁了浪？乃算啥个名堂的？你说不早点等我讲一声，你要来在，我怕子你来接来。你现在肌肉大在啥个？大厅上你千万不能去讲，啥？我不得礼物不能，大点容易，出汗花油，所有在前门进来，上个月来了，再三甚至礼部儿子来着，当我扎点面子，就说穷举等我团结一讲，姑娘，我又不是唱戏哦。想我与他礼服安排十落实。我叫他出远门送
穷归是浮云呐，谁此么冲啊冲走？他是铁口真正像个无云一样眉头起，再等门。我这里一牛一灵机两句是非律神。现在想想，我结讲里搿两句话里向，或者在比盖。我说的是三杯酒，十里亭，苏苏人，十里沙风神。想自己比他人，想他是一曲三年风吟。何必到乡人到乡人，何必到南有林南有林，何必到紫薇厅紫薇厅，何必见夫神？莫非他有意给我还不可？那是个不得法。用不着到紫薇堂，用不着到襄阳，因为来讲过将来不做过，不到襄阳，不到紫薇堂见我姑娘。你现在别去做大事，为啥到紫薇堂？看上去二位得法做过噶？莫非他是替我姑娘说说法言？看上去来师徒姑娘是我看啊，看得出你做过。说在妈妈娘，我所晓得那个双眼睛，不是发眼睛，是双黑眼睛，要多备一点点应该。哈，拉婚。哎呀，没别讲，我要出去拉婚，和军师商量商量。这个军师给对军师你欢喜个，崔子我对你得宠个呀，崔子啊。夫人啊。哎呀，让我设定得外边我去来婚，万一老都说起来，一许婚姻必如这在，叫我夫人是无爱呗。搿么叫啥呢，夫人啊？叫不必婚门放心么在。有凭有据上去拿来，名字容易拆开。定下来要马上进来，侬大明丽丽飞开，叫总表里人指婚于谁？知法违法嘛，家你不改。那么太平长那一把是灰，与子夫妻不才高在，比公分两个够虽然，周子家务大人昌会，来要看见还要安徽，那天先叫身上做的，所以做眼做他们一心最开，生病的夫人独出心人。夫人啊，我可亲自头，马上就退，用点动点，多点不爱，菜品我头不知阿对，对个不理，马上领会，他如强头一样的不有理呢，立刻禀告有理起在，一顿杯子当头的个动态，说你万人亲主是后头的夫来，杯子提高，不许再来，哪怕亲自整天死来，一副当心居下米来，真不真来，对不对？手条子没拉开。要送到衙门里向当头动态，白纸提高，许多出境，不许再来。蛮称我心，表面上向毛哭老容，考试班。哎呀呀，छो子啊！送过崇拜，绝不可为。天理何人，良心何在？哎呀呀，夫人啊，高子良心是出人难在，这还是叫。
太不理呢，家子过去又去命呢，一条绳子么绳子点在，今啊你上啊开开，你到反清法师么自家上台，可是正家正当，有理是为，倾家荡产是一年半载，来要夫人还要安徽，这良心父王么终夜吃配，真不真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美真，美对，虎斗皮口，此位当的道在，那么些方清济公呀，无为其所。对话是大书经，臣妾也是一心干。随时要听那个真话啊，请讲。对王死在江山一柱，真是你可知晓？我的父王是死在你们越军的路贼之下的。这个事体，我还是担着后果刚刚想的。讲下去。后来呢，我越王勾结，释放为国，令我心上的也富国百姓。随着大夫分众万里商量定计设点，那当中定眼睛一点就是美人计，就用美人来迷惑那个心智，羡慕那个对峙，让你沉在了罪恶之中，另外决定计策谁能实施，令富国百姓就哈成功了。这些辰光就得万里认得上，怪不得两家头讲得眉来眼去。遇到万里之后，必怎样？万里侬我大胆攻临，面见越王勾践。我许名越王府，他是
是我。他将我没法嫁滚，不能离死人也迷你知。路一心喊你谁，拦你命人是与大军，逼出副大军，勾儿来大后宫做妃嫔。实在是越国怕的那个机子呀！狗人呀，狗人，你好狠毒！想生气，担了后果之后慢。毕竟是个女儿家，10几年来呢，对我深信厚义，我那还为不感觉呢？实在相许神飞参谋。
胜利了。夫人计划大功告成。我还完成了使命，所以我要让你晓得我是哪样子一个人。对越国来讲，我是个工人；对胡国来说，我是个奸士；对你和王来讲，对王对侬恩深心重，深切不忍再欺骗对王，个儿舍一相改，就凭对王处之深切，复有复悔夫差在边上想不到听见西施讲这样两句闲话，后边当头一同浪戏，叫得浑身冰硬。还是我实在恩宠周日相识的妃子，实在是越过一个奸细。这现在的闲话讲起来，身旁边一直困着定时炸弹了海呀。搿些辰光，夫差气得来闲话一句没得，浑身会得发抖眼泪，嘚儿得狂而出。
神。种子上有，来让皇帝金楼的那厢，以致使官唱了自家名字一样卡的，叫当儿情意没的好，一夕真的长寿喽。司空见鬼闻一日，年空人手泪莫收。虽然的姑娘不对，但是个的礼貌规矩，程序也不违例。我心里想与侬几杯，忙从边浪向改一改哈。